接連發生兒子殺親嘅倫常命案，有執業30年嘅精神科醫生認為，反映本港親子關係緊張。好多年青人呢，即係對父母採取一啲暴力嘅行為呢，其實背後呢都帶一種即係情緒，就係咩呢？有一種仇恨，佢好嬲你，好憎你，佢先會打你啊，或者揼你，甚至殺你。咁另外有啲父母呢，可能對啲細佬哥嘅教化佢唔識。有啲時候咧會打啊鬧啊，甚至用一啲即係唔好嘅説話去話啲小朋友。咁從細到大，細嗰時冇得喐你啦，咁細個咁但係你即係所謂積咗啲積怨耐咗咧，到有啲時候咧捉導火線嘅時候咧，佢所有呢啲怨恨咧會發出嚟。不過，陳仲謀認為親子關係緊張並非完全係父母之過，社會變遷帶嚟壓力都係原因之一。社會嘅現象咧，就對考試啊，對考試嘅成績咧，或者佢嘅前途咧掛晒鈎嘅。入邊有好學校啊，會第時飛黃騰達啊之類嘅嘢。所以好多父母咧就好細個咧嘅小朋友嘅時候咧，已經對佢哋有一啲好多嘅期望啊，所謂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。咁好多嘢學㗎，咁如果從細到大，佢雖然話俾多好多物質嘅嘢，話俾你補習呢樣嗰樣好多時間，但係問題佢係咪真係會享受呢啲生活？你係覺得呢啲係苦惱嚟嘅呢？會唔會將呢啲咁嘅壓力轉成一種怨氣，係怨父母逼我做呢啲唔開心嘅嘢呢？佢又指唔少80、90後都有唔同程度嘅情緒問題，可惜往往冇為意，未有及早求醫，最終可能被一件偶然嘅事觸發，將長期累積嘅抑鬱同埋怨氣一次過爆發出嚟，導致慘劇。佢又話：一旦察覺到自己或者身邊嘅朋友家庭關係比較緊張惡劣嘅話，咁就要立即向輔導機構尋求協助，防止悲劇發生。香港東頻電視記者黃嘉琳報道。